今日姊妹大家平安，今日是2025年8月29号，今日的经文是诗篇112篇，箴言18章第6節到12節，彼得前書第4章第7節到11節。今日要給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題是好的關係。基督徒當然袂當干那迄種真做迄種領受祝福的人啦吼，都愛真做領受呼召的人，做上帝的好關係。好關係吼，就是愛好好啊管理上帝的家啊，都愛有迄種和睦的關係，和上帝的家有和氣、有良好，還是真好的管理安尼吼。只有迄個愚妄的人，才會佇管理的時陣吼，來引發足濟紛爭啦、怨憤啦，互人無和睦啦吼。藏迄個怨憤佇迄個內底吼。所羅門王的智慧之言吼，箴言18章第6節到12節。所羅門王安尼講哈，戇人開喙引起冤家啊吼，伊一個講話就惹起相拍。戇人的喙互伊滅無，伊的喙唇是伊性命的落網。耳孔邊的用仔話親像好食物，一個入喙就吞落腹。無照起工工作的人是甲迫害者做兄弟。上主是堅固的堡壘，義人行入去就安穩。好嘅人想講財富是因的保障，是安全可靠的高牆。有驕傲就有失敗，有謙卑就有尊嚴。好嘅關係其實就是親像拄則讀的聖經所講的義人啊吼，伊不但佇上帝的家裡有好嘅管理，更較會當得到上帝的看顧、保守甲賜福。彼得對初代教會的基督徒的教導更較清楚明白，講到一個上帝好的關係，必須愛有的品德甲作為。彼得前書第4章第7節到11節，彼得伊的教導安尼講到：萬有會終局近啊，所以着謹慎守己，着警醒祈禱。上要緊的，就愛日節三聽，因為聽會惹堪真濟的罪過。着互相好款待，毋通埋怨，做上帝所賞賜逐項恩賜的好關係。着照逐個人所得到的恩賜，互相服務。講道理的，着講上帝的信息。侍奉的着照上帝所賞賜的力量來侍奉，互上帝通過耶穌基督的萬事會通得到榮耀，願榮光權柄攏歸佇伊，直到永永遠遠。阿們。望啊吼，每一個基督徒攏會當成做上帝賜你的好關係。用心管理上帝地面上的家，就是教會。互上帝的家，因為咱來成做迄種社區的祝福，成做人願意來親近上帝的所在。詩篇112篇，哈利路亞，稱讚上主，敬畏上主，深深意愛伊誡命的這款人真有福氣。伊的子孫佇以色列地一定會強盛，正直的人的後代一定受祝福。伊家內會充滿財富，因的好行為存到永遠。正直的人佇黑暗中有光在照，有咧照因有恩惠，有憐憫，有公義。慷慨照人，佮公正處理家己的代志的，這款的人事事順利。義人絕對袂失敗，因永遠互人笑臉。歹消息因攏毋驚，因為心堅定。我靠上主，因的心自在，攏袂驚嚇。最後會看到對敵，互上主拍敗。因慷慨真濟善車人。
因的好行为存到永远，因的头会当举悬，受人尊敬。歹人看了大生气，假牙切去，梦拢无去，歹人的心愿拢落空。主啊，感谢你将救恩赏赐予阮，并且呼召阮成做基督徒。求主帮助阮，会更较愿意来谦卑服侍，互人和睦。互阮会通成做好的管家，见证主的名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